主后2023年11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活出上帝欢喜的款式。请经咱做来听读以赛亚书29章第1节到24节。阿里伊勒，你惨啊！大笔安营徛起的城，你惨啊！顶一年搁一年，做期照时庆祝。毋过，我要互阿里伊勒拄着灾难，以为悲伤吐气，话亲像在烧的祭坛的炉。我要四围占领围困你，要去土堆攻击你，去悬台攻打你。你会倒坏对土地讲话，对尘埃出细细的声。你的声会亲像牵亡的声对土骹底出来，亲像鸟仔啾啾叫的声对尘埃出来。你的敌人会亲像油的土粉，恐怖的兵士会亲像互风吹的粗糠遐多。一时仔久，忽然间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会用雷公闪呐、地动、狂风暴雨，甲吞灭的火刑罚敌人。迄时，攻击阿里伊勒列国的兵士，所有在攻击伊的堡垒、围困伊的，会变做一个梦，亲像夜间的异象消失。因亲像枵过的人梦见在食物件，困醒枵得枵，亲像喙呆人梦见在啉水，困醒枵野仙喙焦。所有攻击锡安山列国的兵士，拢会安尼。恁爱做戆人，出在恁当戆；恁爱青迷，出在恁青迷；恁爱青迷，出在恁青迷。恁醉茫茫，毋是因为啉酒；恁颠来颠去，毋是因为交酒。上主有甲恁灌入冬眠的神，甲恁的目睭就是先知掩起来，甲恁的头壳就是先见盖起来。因为安尼，所有的密事对恁看起来是荒漠的册。这本册摕互捌字的人，请伊读，伊会讲：我袂当读，因为册荒地。摕互毋捌字的人，请伊读，伊会讲：我毋捌字。主讲：这子民用喙亲近我，用喙唇尊敬我，毋过因的心离开我远远。因敬畏我不过是照人留落来的教示。所以，我要伫人民中间做一项奇异搁奇妙的事。因智慧的人的智慧会消无，聪明的人的聪明会消失。惨啊！遐个想要对上主暗藏因的阴谋的人，因伫暗中做代志讲：啥人看会着咱？啥人会知？恁颠倒是非，恁要甲烧毁师傅看做黏土是无？受造的敢会当对造伊的讲：你无造我？肥敢会当对烧毁师傅讲：你拢毋捌？阁无偌久，黎巴嫩会变做肥的田园，肥的田园会亲像树林。伫迄日，失聪的人会听见册内面的话，失明的人伫蒙雾黑暗中会看见。卑微的人会因为上主加添喜乐，善车的人会高举以色列神圣的上帝。因为强暴的人会消失，
藐视上帝的人为无去，当等要做歹的人为灭亡。引用无事实的话，害人受定罪，甲因城门口判案的人设牢网，搁用假见证陷害正直的人。所以，迄位捌救赎亚伯拉罕的上主对以色列人民安尼讲：以色列袂搁受体辱，因的面容袂搁再青顺顺。当因的子孙看到我伫因中间的所做，因会尊我的名做圣，为尊雅各神圣的上帝做圣，为敬畏以色列的上帝。愚妄的人为晓悟，拗念的人为接受教示。活出上帝欢喜的款式。尽管耶路撒冷照着做期周日复始举行宗教仪式，以赛亚犹原有言：有一日，上帝要往耶路撒冷降在噩耗，几座城市要成做上帝祭坛的炉。迄时，全城要变做一座火晒晒的大祭坛，四界拢是火和火，阁有海产哀嚎。以赛亚甲未来特别发生的惨况，甲以色列人讲，因却有耳毋听。当当时，以色列的信仰态度出现真侪状况，上严重的是虚假的虔诚表里不一。以色列人虽然有虔诚的外在宗教行为，内心却无真正敬畏上帝。因并无甲先知的警告当做一回事，因为安尼，以赛亚形容家己就亲像得甲一阵水旱讲话，而且因是还未啉酒，就已经醉倒，酒无啖着，就已经颠颠倒倒。可见，当当时以色列人，无论是清醒的，还是酒醉的，拢听袂入上帝的话。当因毋听先知的警告，上帝就互因昏昏沉沉，关闭因的目睭，所有的异常意义拢对因温从，互因无法度判断是非。当当时，以色列人的信仰状态，反观21世纪的现况，互人感觉真感慨。虽然两者已经相隔几若个世纪，总是袂少现代基督徒对信仰的态度，若像共一个模仔印出来，并无画出上帝所欢喜的样貌，也无因为历史教训就得到教示。现在的教会出现袂少礼拜日的基督徒，因只有礼拜日来到礼拜堂唱诗歌、读圣经、听讲道，总是一离开礼拜堂，就搁拍花原形，过着用嘴唇尊敬上帝，心却远离上帝的生活。安尼的信仰态度假使无改变，除了互家己成做形式化的基督徒，也会深深影响下一代的信仰。1865年，马雅各医师对英国来台宣教，互福音定根伫即块土地。到今，长教会的信徒已经传承到第7代，信仰要一代传一代，实在无容易。当摆教会举行小儿洗礼，囡仔对父母也是长辈带到上帝面前，牧师伫咧洗浴的时，总是心中会问：你着我靠上帝所赐的气力，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教导你的细囝，
教主的教士以身作则来养饲伊，互伊的所行所做拢会当遵照教会的教示。你约要安尼做啊无？家长的答复也拢是肯定的。囡仔的信仰是踮厝内、踮伫教会中渐渐养成的。对着囡仔年龄增长，因所看所学的，拢会影响因对信仰的态度。因为安尼，身为家长和教会的牧师、长职、辅导、主日学老师，搁较着谨慎家己的言行举止，期待家己成做囡仔甲少年人的好模样。仰望每一个上帝的儿女，伫信仰上拢会当表里一致，敬虔听主，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活，明白上帝的心意。默想，伫信仰上，我是内在外在一致的基督徒是无？伫信仰上，我是内外一致的基督徒是无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赦免我常常心口无合一，伫到哪来哪远离你。求你的灵，互我精英醒悟，互我明白你的话语，诚做合你心意的仆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